即马寒天感冒就较济，疾管署就表示讲，顶礼拜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案例有37例，这是创下2个月以来新高。估计讲，伫明年1月中疫情会上严重。另外，类流感伫顶礼拜去互医生看门诊也是急诊的，计共就有85000多人，这嘛是3年来同期的新高。另外，嘛有一个死亡的案例，这是一个北部60多岁男性。最近呼吸道病毒长咧增加，诊所专转是患者。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全台类流感门急诊就医有85000多人次，是3年来同期新高。其中腺病毒占4成上侪，过来是流感病毒大约占3成。另外新增加一个流感死亡病例，个案是北部60外的查甫人，有癌症的病史，无注即季的流感疫苗。12月中旬发病，1礼拜后恶化，就医当日死亡。送医之后，随即因为呼吸衰竭而插管。那病况持续恶化，所以在当天过世。另外，新冠肺炎并发症甲死亡，嘛拢创下2个月以来的新高。顶礼拜新冠并发症增加326例，死亡有37例。疾管署讲，国内已经正式进入第5波Omicron疫情，无排除是当日国际公价的新变异株 JN.7， 也就是 Omicron BA.2.86 变异株的第2代亚分支。伫台湾嘛有可能取代其他病毒株，正做主流株。伫明年1月中下旬达到最高峰。新冠疫情在下个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后，所以我们 Omicron 新冠第5波的疫情呢，很有可能在1月中下旬也会是以这个 JN.1 为主哈。疾管署提醒讲，新年头旧年尾、跨年买月甲选举造势活动真多，若是多人聚集，而且无法度保持距离，也是通风无好的所在。较侪个人也是免疫力较低的人接触的时阵，建议家己戴喙烟，而且提早去注流感疫苗、新冠疫苗甲肺炎链球菌疫苗，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